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平。咱讲，这礼拜六就是高雄市长的这个补选，决战8月15，哪力8三卡都啦吼。即阵咱来看到吼，真侪人提出着真侪这个政见，嘛是有真侪质疑，拢总有这个声音啦吼。首先，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这个1号这个参选人吼，就是咱这个陈其迈啦吼。伊的争议是啥？有人讲吼，伊这爸爸这个影响吼，家族啊这个影响是可能会这个伫咧选举当中吼是上大的这个负担嘛。但是咱看到陈其迈伊讲啥？伊讲爸爸的代志是伊要来做承担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过去吼伊参选到这个2018年这个高雄市长这个选举的时阵是输啦吼，但是伊输了咧，嘛是去做到行政院的这个副院长啦吼。所以伊嘛讲到吼，今年这个6月初6，咱看到罢免票的这个时阵，迄当阵吼这个门槛啦吼是差不多93点这个9万啦吼，所以咱看到伊讲伊要下过这个坎，到底有法度无？咱嘛是观察的这个重点。另外咱看到吼，在场嘛是咱的这个参选人伫遮啦吼，伊是吴益政，伊讲吼伊要画出是电竞的这个革命，就是要摧毁掉咱讲的高雄市城市的这个公营啦吼。其实也有一条大条的要来清算吼，就向中央吼这个818亿的这个补助款，真正爱甲约回来吼，这是伊上大的这个挑战，嘛是上大的这个愿望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这个是李美珍啦吼，伊看到的就是讲过去有这个论文上的这个风波伫咧，咱嘛看到讲吼，伫咧争议落幕了后，伊嘛推测到真侪这个证件吼，亲像讲诶空气污染也好，也是讲水资源这个部分也好啦吼，拢要来去做推测。但是某人讲吼，可能若是败选以后，这个国民党吼，这个党内就有这个主席的这个争夺啦吼，这到底安怎来去甲解决吼？今日透过台湾新闻界，咱们来看到讲决战815啦吼，这个哪力8三卡都安怎来去影响到高雄市尾手的政治版图？这边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真正感谢吼，是第一位来宾，咱是台湾民众党高雄市补选的候选人吴益政，你好，阿斌啊，恭喜台湾新眼界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补选登记第2号吴益政。真正非常感谢吼，这个3位候选人内底你是亲身来出席啦吼，真正感谢。第二，咱要先来邀请到咱这个李美珍竞选总部的这个发言人郑兆新。阿斌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兆新。嘛是非常感谢啦吼。第3位咱等下吼会搁小解，就是咱这个民进党发言人严玉峰啦吼。首先，咱要先请教咱的这个候选人啦吼，其实咱看到的。这个真正高雄爱改变啦吼，咱嘛看到讲过去有这个韩市长，伊嘛发出着真侪吼口号，也是讲真正要做的，但是无来落实。你有啥物想法要来去为高雄更较好？哦，我伫高雄吼，当然市议员已经5届18年吼，啊，我拢伫第3党吼，啊，所以伫第3党就是看较清楚，是，讲袂讲看因为一个代志啊，因为政策的政党的关系，啊，就无共款的想法吼。我讲高雄的利益、高雄的问题要怎处理？啊，这是我登记来吼，因18年做认真啊，做拍拼啊，所以了解。阮高雄吼，即摆上大的问题吼，其实我即摆足艰苦念咧，辛苦是安怎咧？你看有点爱抽签。是。阮较早囡仔，我记阮细汉的时阵吼，阮住伫南部5、6个囡仔，也免抽签，大家同学嘛5、6个、4、5个囡仔，也免抽签啊。是。即摆现在个爱，即摆囡仔一个尔，2个尔，现在抽签。啊，叫税金，叫中央的税，即摆真讲。哦，高雄讲哦啊，我们甲总部吼请落来高雄，阮这石化业足济啦，结果生鸡两个无放鸡赛有啦，结果空污啦、公安拢伫阮高雄，啊，结果税金阮中央收，啊袂安尼好啦，阮甲中央的总部即个公司哦，即个石化公司总部强迫迁来高雄，吼，安尼替高雄争取公平正义啊。是。结果吼，拢骗咱高雄人无读册啊，公司都迁落来吼，加一条营业额，营业额加一条。歹势，一条是偌济？是100亿的10倍，是1000亿，搁10倍，是，搁是一条吼。结果若100亿，高雄市即摆计算的方式啦，加100亿，我加2700万啦。是。加1000亿，我加2.7亿啊。加一条啦，的营业额啦，我高雄较加27亿啦。是。一条是偌济？是高雄市拢工业区安尼。较加。27亿，是，我欠3300亿。要安怎行啦吼？要行，得对于迄个27亿，拄啊行122年，拢卖食卖困，拢卖做工课啊，卖做工课，拄啊行。高雄市拢是工业区安尼。工业区是。所以咧讲的就是讲吼，这个财政的无公平对高雄人吼，不管政党中央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伊拢完全执政过哦。是。8年拢无完全执政哦。即摆民进党嘛是完全执政哦。是。阮地方不管是国民党执政啊，民进党执政，
都无人要处理这条代志，你无来处理，阮的囡仔读册就无法度供养啊，买什么补助费啊，全台湾上少的啊，囡仔生一个，当然生，咪讲补助偌济第生啦，上补助费上少的啊。阮的寿命4.5岁，平均低于4.5岁上低，阮的肺腺的人个15倍啦。是。啊，像这条小剩下的，我们支撑整个高雄，支撑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结果你是安尼，整个这个制度是对待安尼，啊不，这重点是不管向的执政，拢无法度解决高雄问题。这是我感觉这届吼，对于一个做一个市长，爱甲市民大家做伙觉醒。这个物件有的是地方会爱做的，有的是爱中央改。但是你地方也家己市长若无得选一个捌这个代志的吼，无专业的，无觉醒。嘛是变细汉的啊，是中嘛细汉的呢。我加八卦你个店店啊，加100个互你店店啊。我毋是去遮，我讲的是恁中的钱啊，歹势嘛是阮高雄人趁钱咧缴互你的啦。结果我要甲你补助一个，第一个拜托去阿公阿嬷，啊，佮讲爱了解中央，我讲的，阮是小李之一啦。所以讲我这台湾的政治吼，会无公平的所在吼，安尼政治人物拢唔知，啊百姓也唔知，啊所以我讲即届算最重要的，就是甲这财政的结构的问题，大家改一下。啊这改我唔是讲要甲你台北什么个人台北科也加八卦，陈其迈跟我讲安尼，也是要中央会加八卦，歹势啊！阮是要这种部，阮是要讲你甲制度公平，阮较骨力趁的，阮加趁挂，阮会使加留挂。啊你中央我加趁，你中央嘛要加收挂，用一个好的制度嘛，你卖厝的卖车嘛是共款嘛，你奖金公平，大家咧拼嘛。有影，所以咱真正看到这个疫情后选人吼，从这个5届议员安尼做起，其实对高雄市的这个了解真正真深吼。尤其咱讲吼，这个高雄市甲高雄县吼过去合并了后，这个债务是较悬吼，所以你有这个信心吼，要甲这个财政才有好势啦吼，真正真看重你啦吼。啊，咱嘛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李美珍这个竞选总部这个发言人，然后陈昭信吼，过去嘛是做过咱这个高雄市的这个新闻局长啦吼。其实咱看到的。大家咧讨论着讲吼，其实风波遮尔济，但是咱嘛看到讲政见的部分，伫尾手遮嘛看到李美珍遮吼有推塞出来吼，嘛爱甲伊鼓励一下啦吼。咱先请陈昭信。是吼，其实咱高雄的问题是几十年来吼累积的问题吼。譬如讲吼，咱常常来讲吼，咱高雄无科学园区，还是科学园区较少，咱就要有科学园区。啊，毋过这物件桥头，啊，毋过这物件咱是讲吼。这是叫配备，配备毋是定位，定位甲配备的差别伫咧倒位咧？咱是讲，咱若是讲到科学园区的时阵吼，你会想到倒一个城市？你会想到新竹，你袂想到台中，你嘛袂想到台南，你嘛袂想到台北，你嘛袂想到高雄。啊，咱若是讲精密工业的时阵，你会想到倒一个城市？你可能想到的是台中，因为台中的精密工业做人，那是足有名的，全世界拢知影。所以讲咱。反过来问讲，咱高雄，我们如果提到高雄，你会想到倒一个啥？你会都想到倒一个安尼产业是咱高雄上出名的，可能大家又想到石化业，袂讲想到科学园区。就是讲，咱即摆有科学园区是足好的，但是我们有科学园区了后，咱要来做啥？咱要应用在倒一个产业，怎么来做定位？啊，另外就是讲，咱高雄人几十年来，咱在乎的问题到底是啥物？譬如讲，咱即摆讲。咱六都即马是几十年来吼，咱台湾的政治的演进吼，即马有6个直辖市，以早就2个直辖市尔，一个台北，一个高雄。啊，即马恁变做大个直辖市了后，奇怪，吼，咱高雄的水要啉的时阵，大家有时爱去买水站买水，唔敢讲在水龙头拍开就家己啉吼。啊，这个就是非常大家高雄人30几年来讲奇怪，这问题奈无法度解决吼。譬如讲咧，咱高雄就这种讲温体牛的火锅著名的对不？全国连锁，伊台北分店吼，你头家就甲阮讲，你若是分店开在台北的时阵，我的水龙头拍开的时阵，我的汤头煮起来就可以喝。啊，不过咧高雄我唔敢安尼做，头家家己讲的，我一定要买水，我一定要买水来煮哈。所以这是李美珍真大这个重点吼。对，因为伊自细汉的时阵吼，为高雄大汉，伊是高雄的新妇，高雄的查某囝，吼，高雄的学生，吼，这个从出生一直到成长到念书，拢在高雄。是。所以讲，伊是家己的这个体会。好，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内底，又讲这爱改变啊，那过30年都无改变。所以真正从这个角度来看，咱高雄要安怎来改变，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咧，产业的部分就是讲，咱嘛想讲爱找到咱高雄真正是会当应用的产业。我们有高科技，有科学园区，不过咱高雄的条件可以怎么样来做转型？咱就这
钢枪哈，很多的工厂，很多的硬体。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当然有软体园区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影视产业，就这不是这种好莱坞的大片，他喜欢做这种 Netflix 的小的影片。所以呢，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如果说拍片，咱依在有痞子英雄在高雄的拍片嘛，哈，安尼当做有名的，要角头这电影嘛是在高雄拍的片，所以我们有做一个非常好的影片的天然条件啊，就是说我们日照很充足，刚刚洛杉矶，刚刚加州的日照很充足，就是一个好的影片的环境。你拍片了，你要有后置的软体园区做这款动画，咱叫 animation 哈，动画也有后置也有3压，应用在软体园区跟高科技，你才可以找到跟台中。甲台北、甲新竹无同款的产业。OK， 所以唔是讲吼，干那要变啊，这个科学园区啦吼，爱找到家己适合的这个产业吼，亲像影视这块吼，我真正嘛有影赞同吼。所以大家会碰出到这个证件伫倒位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5亿前吼，咱嘛看到讲818亿这个补助款吼，这个预算吼，真正爱甲先甲扣回来吼，啊，这个财政这个结构爱结构性的来去做一个解决。那么看到这个李明金家啦吼，其实吼除了这个水爱用着好势了啊，其实吼这个影视产业过去嘛真侪出这个拍片，就是真红的这个片啦吼。所以咱要来带大家先来看讲吼，3位候选人伫咧证件上拢有去拍基础啦吼，先做回来看。民进党为高雄留下3300亿的负债，这是民进党留给我们高雄子子孙孙沉重的负担。我们按照现在中央的统筹分配款，我们缴了1700、1900、2000就是400多亿。那个公式是僵化的。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甲民众党因5月前伫8月初1高雄市长补选唯一一场政见发表会顶头，提出高雄的负债问题甲财务法修法，认为执政的民进党应该负责，真明显就是针对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而来。要是高雄市代理市长的陈其迈，高雄市政对伊来讲并无青分。2018年，伊代表民进党出征，捌提出12项政策白皮书，伫直甲出接的高雄市呼声真悬，尾也煞败互发大财的国民党韩国瑜，互陈其迈摔一个真大力。解除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了后，陈其迈顶头搁再来。今年投入高雄市长补选，伊来到凤山传统市场拜票。这要是韩国瑜三山造势起点，伊要对这重新再出发。在18年选输了，有挫折也有失败嘛哈，那也给我很好反省的机会哈，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说2018年没有投票给我的市民朋友，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啊，所以假如人生只能做一个选择，那我的选择就是高雄。2020再战，陈其迈提出更较详细的市政蓝图。伊认为高雄必须加速产业的数位转型，更较爱平衡城乡差距，偏远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等的问题，拢等咧解决。加速产业的一个布局，让我们的产业可以快速的进行数位转型，解决厂商无缺的问题哈，招商引资，让年轻人能够回到高雄工作，打造高雄成为一个创意之都。为了这届高雄市长补选的投票，三边拢是拼尽全力。民众党候选人5月前，伫选举进前的最后一个拜6礼拜，8月17日行程，由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陪伊扫街拜票。总统蔡英文嘛特别下南替陈其迈徛台辅选，佮讲要甲高雄失望的2年约回来。这次的补选对高雄来说非常的重要，过去的光荣感不见了，走到哪里都被人家问有没有发大财。遐那李美珍虽然因为马总也提出的用海水冲马桶的政见，搁再引起讨论，嘛互对手误气。毋过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搁加上侯友宜、甲罗秀燕2位国民党籍县市省长，拢做伙下南替李美珍优选前。不离个外界搁较关心的是，这场激烈的高雄市长补选，最后敢会看到互人罢免的前市长韩国瑜出来求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这个3位候选人拢推测到因的这个政见吼，但是这个政见高雄市民有要买单无吼，其实嘛是真正爱观察的吼。所以咱们要来邀请到民主进步党发言人严玉峰已经来到了现场，你好。嘿，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咱讲到吼，即阵基迈啊，讲要发出到93.9万吼，咱看到是要拍破到这个罢韩这个票数啦吼，到底有会当成功啊无？咱继续先来请咱民进党发言人。
我是感觉讲这93万票，当然是讲希望啦，希望讲会当推出更较侪少年人，啊，甲咱高雄的在地所有乡亲时代会当出来投票。OK。啊，当然投票最大的一个动力啦，最大的一个动力当然就是说看每一个候选人他的政见。啊，就要知影讲，倒一个真正是为咱高雄，吼，为咱高雄的发展，为咱高雄的未来，什么是更较好的？啊，政见什么是会当落实下去的？然后怎么样落实它的期程、它的规划，而不是只是说哦讲一讲，然后就是喊口号，然后讲过就没有了。然后即便做不到，就乱喊一通。就是这个口号，袂当干那用画实际作为到底啥？口号大家拢要画，我要发大财啦！我要让高雄变成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怎么喊都可以。可是这个梦或者这块饼，你怎么画出来？你要怎么样可以落实？你要怎么样真的能够把高雄的光荣感把它找回来，让高雄人就像进前在办世运的时候，我嘛有高雄的朋友啦，伊迄句就讲哦，我们高雄那时候办世运。就觉得你感觉到说，他讲出来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故乡是充满了骄傲感、光荣感，就是你这种眼神会发光的那种感觉。好，那今嘛因为剩几天啊就要投票啊啦。好，今嘛就是讲，就这少年人嘛讲啊，有网络声量，有讨论度，但是这个声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大家讨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拢讲啊，政见啊看。看了你要安怎走，还是大家要想要知影的？无这个就是空头支票嘛。有影啦。对，所以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在说喊出93万票的这个部分，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把投票率吹出来。那我们的候选人陈其迈当然也是把他的政见一一就表示说，像他这个有列了13项的一个政见部分，对，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啦。那这93万票是当然是说希望能够把所有的高雄市民对于高雄的期待。然后把它吹出来，让大家说出来投票。因为老实说啦，高雄人这个投票吼，因为今年已经投第3摆啊。对啊，你是袂惊讲这个票吼，可能要等来投票、登票这个意愿真低，所以今天就看一个广告。啊，今嘛就是讲，因为咱拢知影讲高雄这个投票成本很高。OK。因为你前面搭一次车，这次又再搭，上一次罢韩再搭一次车，这次又要再搭一次车。啊，老公这高铁当然它还是有一定的价位嘛，一定还对一个年轻朋友，可能刚出社会的大学生或者是上班族来讲，它是有占一定的比例的。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基迈啊，伊要选，咱看到这当中伊是输这个25万票啦吼，就是咱看伊甲这个韩国瑜咧选的这个时阵啦吼，咱嘛看到2020年这个部分是韩国瑜吼倒输这个部分吼，差不多嘛是有40万票啦吼，所以这个票数是这个蔡英文总统伫今年咧这个选的这个时阵吼。啊，今年这个罢免案，咱嘛讲到吼是93万这个部分啊，所以伊要下过这个坎，真正都会影响到讲咱要讲的这个政治版图安怎来去走啊吼。其实咱嘛有看到讲哦，咱这个第三势力吼，尤其是民众党家吼，发出要互一个免辱的这个刑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政党票伫咧这个咱讲伫咧总统大选的时阵吼，这个国民党伫遮吼是摕到差不多3成啦吼，是30.11%啦吼，另外咱看到讲，民进党伫遮咧得到偌济，得到是38.76%。咱讲中央遮吼，毋是完全白色吼，是第三势力啦吼，第三势力伫遮得到是31.12%啦吼，所以咱看到伫遮，民众党真有空间会当影响到尾手，咱讲政治版图的这个转化吼，咱继续来请教候选人。你现在讲的这个党吼，就是大概是安尼吼。当然，唔代表背拢是迄个民众党的票啦吼，包括有其他的中间的选民甲无党的吼。是。啊，所以，但是我这个选举，我认为讲国民党绝对袂超过这个3成，一定比这个低。民主进步党可能有可能一部分这所谓的中间的第三党是可能较偏民进党的。是。啊嘛，可能民进党也不一定，伊是我讲的，伊挺罢韩，伊不一定是挺民进党，挺民进党嘛不一定挺陈其迈，一部分。我讲的，啊无电视你有看的？真该讲阿古德的，迄种手路是民进党做的呢，是要反制迄个因主意的初选的时候反单局这派的呢。即摆高雄市个最近发一个啥阿巴德啊，这手拢共款嘛，要反什么会？
我这种手了绝对民国民党每个栽赃啦，绝对阮做的，阮袂想着这啦。讲民进党家己咧变的啦。OK。啊，所以讲这是不是我进股来啦？好啦，袂使安尼用讲的啦。啊，不要紧啦，你再等下表达啦吼。我讲反正我唔是啦吼，我国民党唔是啦，啊唔想做的，可能百姓家己做的啦，唔是民进党做的，有可能百姓家己做的，可能这一题是不是安尼 ？OK。或者是一个该趣味的代志啦吼。我所以咧讲这物件，就是重点。我讲的选举唔是咧选哦，在政党这届的选举吼，我讲的选唔是选政党，这届各样的选举是咧嘛咪看人哦，咪看人缘投，看人水有抱领无学历好无，我感觉迄种基础。学历来讲，学历阮比人较好啊，但我感觉咪看学历，是看政见政策提出来，他都你讲的嘛是对啊。我们能针对各项的问题提出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啊，百姓你只要是看政见政策，啊看到一个可行，你等互伊，啊你迄个结果不然想出来，拢是一个进步的。是，我感觉各样就是在选举爱用进步的观念，一届改变来传来这个。成长吼，这开始上有意义的。为哪伫高雄市这选举文化改变？对啊，不是讲啊，我什么党的，我每一个人的政党都有感情嘛吼，为甲国民党，为甲民进党，伊可能10年、20年的感情。是。啊，但是杀个人是不是你下的，还是过去所做的，你有下无？我嘛做一捌咧民进党的，因对这个嘛是过去2018年到今嘛无改变偌济啊，嘛是有意见啊。但是这是一部分，我看咧，按大家讲接受一部分，袂使代表全部。包括国民党好，包括有人嘛对民众党、对亲民党、对时代力量无共款的意见啦。但向基础，我讲的还是回到政策，政策是上重要。是要解决讲你什么人要走算拢无要紧啊。重点是你有法度替高雄人斗想无，因为阮高雄的问题毋是甲地方的问题，包括有一部分是中央的问题。啊，你中央你是你即摆执政党是民进党嘛？不管你是立法委员也好，行政院长也好，总统也好，你要来做选，你毋得要提出一个方案。阮问高雄问题伫底 ，OK， 你要到三来解决你若讲了好，人自然你就有发挥所谓做选的效果嘛。这个你无讲，你讲迄个为着家己的政党伫遐讲东讲西，结果你有能力，你有权利通做，你毋做。我咧讲的个两件代志嘛，888个是安怎当初。关系合并是，啊，迄阵阮反对，因为迄阮也无即个地方无即个议题啊，中央向交代来讲要合并，阮议会第一届是反对的理由是讲高雄原本来就负责啊，就无好啊，阮高雄市嘛无好，你两家口本来佫有补助一部分，即摆合并了算一家口，是，你的补助会减少，虽然土地增加偌济，但是工程拢有限啦，对阮的负责愈来愈严重，是，所以当初是我代表去，我所以做清楚迄个背景啊，阮家反对啊。结果迄阵有答应讲，哦，后届合并了，1+1不会至少等于或大，袂讲小于2啦。所以讲补助袂比原来你县甲市的合并。是。啊，这个代志就一直咧行。啊尾啊，陈局市长嘛有甲国民党的政府安争取，结果拢无成功。民进党2016年执政了，伊嘛是带阮高雄市的局处长，嘛是去立法院，嘛无分党派的立法委员，甲高雄立法委员申请。讲拜托，咱的立法委员倒申请这条钱，虽然民进党也执政啊，嘛要倒退。包括今年2019年的2020年，迄阵就是罢罕了啊。杨明做代理市长来，我嘛甲问，伊是讲，代理市长啊你即摆高雄，你高雄上久啦，你做上久啦，你做4任市长，你拢经过啊，无分党派。高雄现在欠遐济钱的原因是安怎？绝对毋是做一个单一政党嘛。啊，你要甲大家市民报告的，什么原因？伊讲哦，王议员毋是4任，我做过9任市长的公务人员，我做35年，经过9任。高雄市负责上大，就是为关系合并了开始负担变大。是。啊，结果迄个补助款无落来，所以讲我哋讲啊，杨明洲代理市长啊，这个议题，所以陈局市长当初讲这个议题，佮存在吗？佮存在啊！啊，恁佮有要讨无？我爱讨啊！啊，你有要讨无？伊要讨啊！伊是行政院派代理，虽然是高雄的。做过副市长，做过啊，即摆做代理市长，所以阮咧讲这个问题，毋是讲政党的问题，是高雄甲中央阮高雄的问题。是中央有伊责任，不管啥物人执政，你想无阮提出这个问题，啊无你嘛甲阮应一个，你嘛讲原因是阮误会，哦，还是陈局当初市长讲的毋对，还是我5月前讲的毋对，还是杨明做代理市长毋对，拢无人要回答。财政部最近有甲你回答无？啊，回答讲毋对，我讲伊讲哦。较早是县市是2个县仔市，啊，即摆是六都，所以6个县仔市，所以迄个环境无共。这条线就是因为2都变6都造成的嘛。你像迄个也讲迄个，所以伊是我毋是讲怪伊程度无好，伊是讲甲迄个
原因无讲出来，所以伊原因回答我讲拢好代志，至少伊回答了，来去讨论对唔对？大家顶档过来讨论嘛。我讲的就是伊无弄清楚，迄个是因为迄个问题。所以讲这是讲选举就是咧探讨问题，要来找问题解决。你有权利，你唔讲，这是什么意思？我讲这边要走算了。有影啦吼，就算是想调想无调吼，其实这条钱嘛是要去甲续断啦，安怎吼这个结构性，中央甲高雄地方啦。菜市啊，阮高雄凤山最近一个菜市啊，个红山菜市啊，你可能唔知，是市政府无出钱呢，是啥物人出钱？卖菜、卖鱼、卖肉，家己出钱，家己赚几十万，大家斗一起呢？是。你敢不知台北讲安尼？莫讲台北较财政较稳定，其他县市可能安尼。是啦吼。菜贩咧家己出钱，你比去菜市来搞，迄个就是关系合并，大家拢无钱，所以拢无落建设的。阮路的医生哦，你郑兆先嘛甲阮编辑半年啦，半年去做你也去破伤势，看嘛歹势，拢无。各种关啊，拢无落破啦。是。讲这个问题，像到底要安怎？所以我毋是讲要人讨钱，我即摆是讲应该好冤的，应该行安的行安。是啦吼，所以相关的部分，看到问题都要去解决吼，这都是候选人这个决心啦吼。有影，咱嘛要来讨论着吼，其实这3位候选人吼，真正对高雄有心吼，有在地这个议员吼，咱看到这个疫情候选人就是连续5届啦吼。啊，李美珍嘛是过去做过几啊届这个议员吼，啊，高雄市长上来做。其实吼，真正抑个8月15才当见真章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真侪人有咧质疑吼，3位候选人拢有家己的这个欠点伫咧。咱先来看到讲吼，这个李美珍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看到伊要甲少年人做一寡这个直接做一寡接近啦吼。但是有真侪代志，亲像摩希多也好啦，还是讲这个伫咧 TikTok 头顶做一寡影片这个放送也好啦，还是讲论文风波，还是讲政见发表会，还是讲吼最近真正要甲海水引入去个这个马桶啦吼。其实这个政策嘛是要改善掉咱这个水资源的这个问题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时空背景吼，咱香港看到的是做了袂歹，因讲过去有这个50年的这个经验，豆做，但是伊提出安尼出来向美甲并过，就真正卖做嘛。咱先来请教咱的赵新啦吼。其实梅珍是一个少年的候选人吼，所以讲选市长吼，这个是。伊头一届嘛，吼，所以讲足侪经验的物件，吼出来的时阵，咱有讲虽然讲国民党即卖的世代交替是青黄不接 ，OK， 啊，不过这款的阵痛期，但是一定要甲伊经过，吼，那经过之后就会茁壮，参像要生一个囡仔，你不能因为怕痛，吼就不生小朋友，啊，生出来之后就会有新的生命会出来，吼，所以讲参像梅珍呢，比如讲咧，咱拄则讲咧改善水资源这问题，吼，拄则主持人讲啊足好诶，吼，香港就有安尼的经验，吼。而且咱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改善咱的水质，吼，用大型的这种 RO 逆渗透的设备，一校一机，在学校，吼，在就这什么养老的等等的机构，吼，大家会当啉到咱想要啉的水，吼。那海水冲测，这是咧香港的水务署，吼，水务署的海水冲测这个政策已经是几十年啊，吼，啊几十年啊。嘛，不是讲一届要总改管，它只是一个水质改善的配套措施啊。可能因为我们海港城市在周边，它可以利用，看只要依照咱的二署是那个瓦斯桶要扛嘛。社团的时阵哈，那个李宗盛还到过我家送过瓦斯桶，因为他爸爸是开瓦斯行。啊，不过起码就这些新的大楼都是咧天然气瓦斯嘛，立马就灌血。那嘛是一栋一栋透过都更或者是新大楼的建设，所以这是有可能的啦，这个水管的这个改善，这是可行的。不过不是一概一触可及，而且它不是主要政策，它是一个举例里面讲，当然当然那种为了什么？就像这个吴怡正这个候选人，他也有这个水质改善政策啊，就是要去分流，把好的水质留给我们高雄市民来做饮用的水。所以不过他就变成说，哎呀，海水冲马桶，这跟他很荒谬这样子，听起来，因为他用很白话的方式讲。但是如果我们去做政策的时候，其实是了解到高雄的问题，了解到高雄的问题之后，去查各国的资料，发现哎，原来香港真的有人这样做。所以它不是天马行空啊！高雄人这个灌水伤辛苦啦，对，这水的问题哦，所以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一个到底有没有海水冲马桶这件事情上。其实香港其实真正有这个例啦吼，所以咱嘛看到真正不是咱华语所讲的吼，只下天马行空安尼黑白想，其实有根据吼，伫香港这个例啦吼。所以咱有的时阵嘛袂当讲完全来质疑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因为选举嘛，总是安尼一来一往啦吼。就是这边的声量是大家拢有啦吼，咱继续要来先看到这个换单机嘛这个部分啦吼。有人讲吼，这个政见是甲2018年的这个政见是差不多
来烧工然后等下咱再来好好看证件这个部分然后另外。就是讲吼，唔敢签这个反贪腐这个切结书啦吼。其实伫咧收购案的时阵，都是有人咧拍这点吼。等下咱就先来请这个玉峰来做回应吼。有人佫讲，这个桥头科学园区到底有必要无必要吼？其实头拄啊，这个赵先嘛讲过吼。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讲吼，另外就是讲这个财产是按才报13万吼。其实期迈啊，伊嘛有做一寡这个回应吼，这点就是讲吼，2018年去用核定啊吼，但是这样的声音，咱安怎去回应？咱继续来请玉峰。我先讲证件2018年雷同这个部分好了。那其实你讲每一个管区的市长啦，你讲2014年的证件跟2018年会同款无？雷同度也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政策是要延续性，是。就亲像讲，咱咧嘛是讲什么公共住宅2.0，长照2.0，甚至有些到长照3.0，它是有一个延续性，它是会有一个一致性的把它贯彻下去。当然你讲2018年伊在进行，跟这什么现在我们在补选的2020年补选很像，雷同度。第一个它有延续性，第二个。因为陈其迈一去到中央部会了之后，他去到中央部会之后，伊也刚刚讲，其实就这证件嘛是爱中甲配合，他已经去过中央一 round 了，回来之后觉得怎么样可以让他从1.0、1.5、2.0、2.5、3.0，他叫进阶版。所以对家己嘛有信心，已经刚刚下了哈。嘿，因为一去到中央过，他去到中央了，那其实他也知道说什么样的政策。中央是不是有补助？中央是不是可以跟中央有些政策是一个相结合，可以继续做下去，甚至可以把它提升它的产业的那个程度阶级嘛？那你讲，台南南部的科技走廊，比如讲桥头科学园区好了，有必要不？我是刚刚讲第一个科技上的发展，其实每一个管区大家都想要发展啊。你讲台北市。南港科学园区已经有一个了，还有一个内湖科学园区。那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园区？新竹就有一个科学园区，为什么台北搁在南港又要内湖？其实伊是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啊，因为咱今嘛就在少年人在找工课的时阵，其实有很多是科技产业的新贵，很多是科技产业的人才。想要留在高雄啦。其实我想讲，卖讲高雄无啊，今嘛拢讲少年人全部都要去新竹，全部都要到台北，所以。台南也有一个科学园区啊，南科嘛，大家发展的东西其实有点不一样。OK， 所以我们希望说，年轻朋友不要都只是北漂，他去内湖科学园区工作。其实他如果在高雄有这样的科学园区的时候，性质差不多。如果说他们的他的一些特色啦，或一些方式是一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吸引他们回来，回到家乡，等来到厝你又省住宿费啊，而且都免参像咱咧讲吼，要选举的时阵，拢吼爱叫这个少年人等于到高雄啦吼，爱坐车嘛，所以在地爱留好调啦。所以你刚刚讲，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地区少年人爱在家己留伫家己的大汉的所在，好留在家乡自己工作。那以前的。高雄，大家会觉得说，这是重工业，然后很多的污染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慢慢的高雄的产业有没有已经，譬如说你说工业已经也在升级了，它跟一些产业的一个配合，包含功力工 F16V， 包含 F16，美国愿意把这样的维修技术，把据点放在高雄。把国建国造的据点放在高雄，它不是一个重工业了，它是一个。周边发展连带的一个产业链出来，所以它会不会让更多的聚集，譬如说科学园区再来工业的发展升级升版，它会有连带的很多就业的机会。OK， 所以你讲这有没有重要？其实有。那如果说他都这个赵先有讲吼，咱高雄市应该发展其他这个亲像影视这个产业吼，他都嘛讲到新竹都已经科学园区，但是咱这个玉峰是讲吼，其实。大家城市拢有家己科学园区啦，因为它还有一个港口啦。OK， 有这个优势伫咧啦吼。有一个优势，然后有港口，那你说运送，如果全世界有些东西，台湾的科技产业其实真的全世界数一数二强。那你又再加上交通的这个港口运送运输的上面，其实它是可以做，除了科学园区，它可以周边产业的发展，它可以再升级。OK， 安尼我都要请教易正兄啦吼，这个期迈这个政策要杀这个桥头科学园区啦吼。只要无共款的立场，你咧？第一，阮无反对讲桥头的工业园区。我是讲的吼，工业是科技是一部分，
但是伊袂使做高雄的，最袂使甲克制度啦。OK， 哦，因为这第一，伊即马按高雄哦，阮的空污啊即马2017年本来要公布第2期高雄甲屏东的空污的总量，甲真拢唔敢公布。OK， 伊咧公布出来了，坦白讲，一间公司就无都入来。所以高雄即马上重要的问题是空污的上限已经低啊，要安怎？个 CO2 个温室气体个要出来。所以拢袂使拔伫同一度就对啦。对啊，你变做讲还有其他的工业，还是其他污染的高污染有退场，还是有改善了，你新的靠都入来。是那2017年甲进拢无爱公布，这种中央的决策，我无都决定啊。大家伫遐等一下，你即摆佫要落来，即摆环评还未过呢。环评即摆空污，大家讲2017年甲进你现在未定，你先甲这个空污标准先定出来。我毋知我来检查你的新的工业区，不管是其他头还是其他的工业区，到底有法度抵触这个空污的上限无？是。水电工业区上大啊，即摆迄个电子业吼上大是水电足济。我问过阮的朋友吼，足济因咧做产业的吼，咧投资的。因咧全球咧看吼，竹科的迄个产业园区是已经足成熟的。是。台中是来支援竹科的，啊，伊嘛是近啊零件人才在调来调去。是。过来甲南科就有限啊，但是总是有帮忙。OK。高雄加一个无歹，但是毋是绝对毋是主力。OK。你一定是边找这第一，啊，第二个等着阮讲的水电的甲迄个供应还未过。就是产业真正的平衡啦，对啊对啊，啊，第三我讲的，阮高雄上大，阮100%除了有2个行业是石化业甲所谓的。中钢以下迄个甲迄个金属一个，阮的螺丝，现在平均的就业水准的薪水佫袂歹。是，哦，现在艰苦的是7-80%的人，拢是嘛，拢中小企业、观光业啦、服务业啦、金融业啊。是，这个部分商业变得上低嘛，啊，大部分种价薪拢伫遮嘛。所以要他做遮的工课，所以我提出的办法就是讲，哦，按这做完建筑保存了，就是咩啊？做这城市个啥，用设计去改变传统产业。OK， 我讲的啊，一条椅啊啦。是。这条椅啊，可能我唔知你买偌济啦，可能互你3000啦。这条椅啊有设计过啊。我讲有可能卖6000，是，有卖7000。你的成本甲环境制造的成本拢共款。但你有透过设计，为参加比赛，你德国啊 IF 奖啦、红点奖啦，爱甲补助安尼这种传统产业比赛。阮高雄就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啊。是。引导就是咧开，就是做椅啊啦，一条做3%-5%的利润啦。是。一条500-600块啊。结果因昨天去读设计，倒来去外口食土了嘛，3万几块，啊，规去倒来公司家己用的，甲设计以后，并袂轻易啊，袂一杯啊。传统的加一寡创意，所以我讲的，种设计会使互设计人才来咱高雄，啊，这个部门来，因为毋是大家设计引导拢工厂嘛，开工厂引导拢设计人才囡仔嘛，所以讲政府得要去请这的人，那是讲有一点像工研院，政府甲这人才先请来，甲因聚落，啊，但是要请人，互阮高雄所有传统产业的人，做伙来找这人才，是，嫁伫阮市政这个预算，阮个出来去宣传，把这策略先接得来，较去甲俺的传统工设计啦、工业设计啦，哦，各种有创意的。把我们的传统产业规个拢带起来，这是上个，因为设计人嘛有人才嘛有工课，重点也甲传统产业在革新的部分会带起来。是啦，这是阮对高雄了解，毋只是讲，我无反对桥头工业园区咧地咯，啊，但是为另外一个问题是讲，伊边啊有迄个，伊要消灭遐有机农场30几公顷。OK， 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另外一个问题。我讲的是种产业上重要，我上紧的就是要先甲我传统产业救起来。啊，为什么工业区过来嘛是少数的人有头路？大多数人嘛是低薪啊 ，OK， 所以各样的问题要多方面的去了解、去处理，这个是阮伫地方股较知些问题。是多元爱并进啊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3位候选人其实拢对这个高雄市抱着真大这个望啦吼。其实咱嘛看到吼，虽然有人咧质疑讲吼，这个陈其迈吼做过这个行政院副院长，为什么这个政见内容遮尔啊相共吼？但是这个其迈伊安怎讲吼？伊讲吼，这过去吼。这是今年的啦吼，这就是2020年这回补选，这是2018年啦，伊就做过这个行政院副院长了后，伊讲吼伊加2条啦吼，其实对高雄市也有一寡望伫咧吼，但是有人讲啊，伊就去用否定一解，但是否定一解都袂当阁去做一寡参选嘛吼，所以真侪种声音，真侪种质疑啦吼，咱嘛来看讲3位候选人对因质疑的声音是啥，咱先做伙来看。高雄市长补选竞争激烈。当时嘛，因为立委牵涉收贿案件，互候选人的品德问题嘛受到关注。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因为老爸陈铁男的贪污事件，互对手攻击。陈其迈回应：亲情无法度放，会严格监督家己。好，我是人的后生嘛，当然我的老爸甲囝的感情，亲情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什么啦？这个也这就
这个就是我的承担嘛。毋那当期卖。李明珍老爸嘛，奉质疑进前勘涉贿选的案件。反贪腐挺清廉，应该跟模糊焦点没有关系吧？这是我们的决心。而且贪腐这件事情现在是造成社会的动荡，那我们站出来，身为高雄市长，这是最先要表态的。其实困扰李明珍上大问题，也是进前论文抄袭的争议。为一开始记者会讲几句话，无正面回应，到后来虽然出面道歉。甚至宣布放弃学位，毋那李明珍的操守出现问题，嘛伤害整体形象，这嘛是事实。另一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吴怡静讲民进党贪污，认为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果，伊嘛互人提起过去牵涉诈领助理费的代志。吴怡静澄清，助理费是制度问题，贪污才是目前需要检讨的代志。这个制度上，包括司法制度，包括我们这个政府的哪些制度并没有被做好，让容许这么多贪腐的空间很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要第二个做检讨，就站出来反贪污，大家一起来检验。三个阵营之间的战火愈来愈激烈，无论候选人也是团队，就连亲友的操守嘛出现问题，拢会变成对手攻击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真正咱讲到拿力被三卡拄啦吼，伫咧选举下来下去的这个过程，其实吼嘛是刀刀见肉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对这个有人嘛对这个疫情下这个有一寡批评也好，也是讲质疑也好啦吼。咱先来看到讲第一条，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诈领助理费啦吼，还有伪造公务这个罪嫌啦吼，判4个月。另外就是讲吼，对高雄市吼，这是。高秉宁这个高雄市议员所讲的吼，这个城市治理整体这个思考吼，甲过去吼，伤过都会啦吼，中心主义啦吼，伤过较下啦吼，立场这个变来变去，较瓜文德化，这是这个基班讲的啦吼，你安怎来回应呢？对啦，我想这助理费吼，第一已经迄个破决已经后壁法院就讲啊，这是因为制度的混乱造成。这司法的争议，所以司法应该去修法。这已经也讲得足清楚的，这是第一点吼。第二，我要讲的，当初阮迄个2003年，阮第一届时阵啊，迄阵根本就无助理迄个制度，伊有助理补助费，你唔免请助理，直接就亏你考试就是你的，你也无法也无做，法无问题啦吼，也无法嘛无要紧咯，就变做你缴税安尼尔。你想看所以讲有人甲所有拢无法咯，伊报伊家己的收入，缴税嘛无做。大家拢报4万，无做。阮当初是照规定，你4万几个，4万5，我写4万5，3万我写3万。结果议会讲安尼袂使，你拢报4万吼，我较好做效。OK，阮就照伊的意思来报啊。所以为了3万的话，本来一个月3万，是不是36万？伊讲你安尼我麻烦做税，你拢报逐个月报4万，报9个月就好了。OK，36万，因为对迄阵的无助理制度，只是税金国税局要甲你课税安尼尔，是要课你议员本人，还是要助理安尼尔。是。阮就照议会安尼报。隔几年咯啊，你调查，你现在那有诶拢说你现在这领4万5，因为领4万5超过边了，伊就报因太太，伊太太合并申报啊，也没有逃漏税，为最主要税的问题嘛，那你是给他当然是给谁报谁嘛。那时候的第一届，我们那时候面对的情境是安尼，所以后生你想看咩啊？到迄个助理，咱大家请助理，有大家拢4万块的吗？大家拢共款薪水吗？这主任的薪级的工读生拢4万块嘛，我讲的，大家拢报4万，唔才有问题。但变做阮老实报的，报4万块、3万块，讲袂使。这个过几年讲，阮要是伊尾也查嘛，讲当作阮是咩诈欺啦、诈领，拢我别个。结果其中议会法院嘛查了讲，唔是贪污，嘛唔是诈领。伊诈领就要报人头，阮根本就免报人嘛，就直接破案啊嘛。是总是办啊，总是咩？就叫做是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判4个月减薪2个月。你第一，我这法院吼足简单，你再等一届，对我这签笔的人是偌大的侮辱，你敢知影？阮贿选第一届500万，阮来记述。中午咧，阮做议员的时阵，一个案叫阮点点爱讲的500万，我嘛记述。搁有一个案嘛是点点，拢点点我唔叫我做啥物，唔是讲去人倒开的，只要卖讲的，因为阮专业嘛，你讲物件，阮点点我拢记述，包括捷运物条款是要是100亿呢，叫阮点点出在我开。我都记出，所以讲我讲看一个人吼，看整个结构，看整个过程，人的历程10几年来被检验吼。你如果说你认为有意见，你可以查。我讲清楚啊，讲清楚啊，
对，我跟你讲，咪诈呢，咪贪污，啊，你搁要用迄制度，我讲，迄个要告大家，你若读法律的，迄个要告拢全是啊。包括当时哎，反正就讲清楚，啊，这业种就打，无遐啦，就定着啊。所以选举就是会定着这人的检验嘛，啊，不管贵人小人拢会小吹啊。是啦，啊，就定着啊。所以嘛，看到伊正遐真坦白嘛，讲出来，啊，其实就是过去这个结构性这个问题啦吼。咱嘛要讲到吼，换到这个李美珍这个部分吼，咱看到啊。不管是咱讲论文风波也好啦，也是讲吼过去啊，这个因这个大家，也是讲因这个大官这个部分的这个讲话啦吼，其实嘛是去互提出来做检验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论文这个风波吼，差点嘛就烧到这个党主席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伫咧这个未来，伊即阵也是议员嘛吼，代职参选。但是咱讲安尼影响到尾手这个2022年议长，也是讲议会这个选举盘无啊，对哪样来讲，真正嘛是另外一个挑战。咱继续来请赵信雄。其实啊，外口第一早咱就议长的补选的时阵吼，嘛有足侪这个流言蜚语吼，讲咱无团结吼，搁冤家啊、退群组啊，啥物的话无的。啊，毋过上尾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吼，这个议长的补选的结果就证明了国民党其实是足团结的吼，在重大的这种政党政治的原则上面来讲，这是袂改变的吼。所以讲，可能内底有一寡讨论。啊，毋过这是有轻重缓急的差别，好，这是有差的哈。所以说这个留言这种信心的这个动摇，这是选举的攻防一定会有的物件哈。但我无讲，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是。啊，毋过梅珍亲像伊讲的，就是讲因爸爸的代志，其实因爸爸的代志不是贪污哈，他并不涉及说这个把公帑变成私人的东西哈，以权谋私哈，以权谋私，伊无做这个代志哈。所以讲咱。有签一个讲一种反贪腐的这个切结书哈，我们议政候选人伊嘛有签哈，这是足简单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讲我家己袂贪污，第二个我的亲情袂贪污，另外第三个就是我请的局长、处长伊袂贪污，就是这三点尔啦，足简单的代志啊。啊，毋过咱唔知影为虾米讲，就是讲另外一位候选人吼，这期迈候选人，伊对这个是足反弹的，其实伊签啊。更可以表达你的决心嘛，吼，所以讲你的可能以在这亲人哈，有一寡这些记录，啊，不过你只要去展现一个可以去做的这个决心，这样就好。尤其讲你是以在做代理市长的时阵，哈，这太大的事件的时阵，其实甲伊的亲人哈都有一些的关系哈，人家就会去担心说啊，这样你当了市长之后。啊，你对于各方势力，你有这个决心，好要去约束他们，或者去制止他们去做这物件哈。这个未来这个方向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态。如果没有的话，人会甲伊质疑啊，讲啊你是不是准备好，还是虾米代志讲好势啊？就是讲你唔敢做这款的承诺。有影啦吼，这个基本有讲过吼，爸爸这个争议就是伊的这个承担吼，到底伊要安怎承担？我是跟他讲，因为本来爸爸就是我们是直系血亲嘛，你怎么切都永远切不断那条联系。那我觉得奇迈候选人他其实就已经讲很清楚，这是他爸爸的事情，那他也必须要承担。好，那我过头来看讲，伊讲不敢签吼，非常反弹。我问一下，做一个公众人物吼，也是一个市长、议员、到里长、立法委员。上基本的是啥？本来就袂当贪污，本来就袂当这个收贿啦，这些贪污啦，或者是一些触法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概念。那如果这样子，就很像一个说法官，我要开始开庭的时候，法官会先跟那个被告人或者是告诉人来讲说，我先宣誓，我不会收钱哦，你们不用来找我。法官最基本的嘛是讲袂再贪污啊。最简单的，你讲啊，我今天签了，签归签啦。那如果后续真的还是有发生，就亲像那个韩国瑜，他也是承诺啊，承诺我绝对不会选总统啊，我绝对不会抛弃高雄市民啊。他也是口口声声这样承诺啊，只是他没插那个签名而已啊。后来是安怎 ？Yes I do， 3个月了就变 Yes I do， 就去选总统。所以我刚刚讲。这做政治人物最基本的门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是每一个人应该都要遵守的。
为什么还要签？所以日方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这个纠结这个形式上走跟没走 ，OK， 就是看你后续啦。那你说韩国瑜都口口声声承诺了，他最后还不是一样在做这样的事情 ？OK，咱继续请教训那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我讲政党政治进动进敌，就是责任政治，就是既连进敌啦。什么叫责任政治？就是你要提出物件来，你要拿出承诺。承诺不是说我要怎样，而是如果我不怎样，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所以讲，咱的切结束来底是讲，你若无做到，如果没有约束，如果出事，我爱洗级，我爱洗头头，这是非常明确白纸黑字的承诺，也表现我们的决心。这个跟公口说的话是不一样，所以议政候选人也做出这样的承诺哦。哎呀，我袂使过互伊啊，全部袂使过，因为这是一个好代志啦，啊，就是安尼啊，我就。但是日方安尼讲，就是讲这是一个政治人物上基本的这个要求啊。无，迄尊重每一个人讲法啦，因为这拖这代志，那是讲要招大家。做伙来讨论咱高雄的政策哦，因若无要来公司伫高雄，为了要办一个讲高雄的产业结构甲迄个环境问题要哪融合，是啊，伊嘛无要来啊，啊，就安尼啊，啊，教育要讲教育的问题，教育工会、招赛候选人拢来，哎，但伊嘛无要来啊，你派代表来，大家做无用，大家拢做无用的，选举大家才有用的啦，是，啊，这是一种对政策，我讲选举的时间就是讲重要的场所啊。除了公办政见以外，足侪团体希望讲会使甲咱来讨论，啊，伊嘛足公平，三个拢请，还是三个拢去拜访，你大家毋使讲会清楚，啊，叫大家讲片面这吼，结果拢讲家己的政见，像你讲的讲家己啊，到底做完嘛毋知，啊，当然家己这当然嘛袂使安尼讲的政见，但是爱落实爱足认真去写，啊，看有看有，看无，啊，一般人我即摆人讲看有，即摆听到，因为少年人吼一看，大家拢冇写。这是写真来写假，其实你目睭看就知影。我这个过程啊，所以讲，我咧讲有嗰种像一届，我咧讲按平平讲撑香港啦吼。挺香港。就讲这届我今日看，我本来话这人问我讲陈其迈有订报纸支持我，我这好个啊，我伊个钱卡，伊个经济比我较好，爱就订，我艺术我较无想，我就写脸书甲支持呢。啊，讲伊也要送我一份哦，我嘛互你，那到处嘛无要紧，若是送我一份，那无爱就准刷，会使问伊。结果我看报纸，这是头前啊，你是对的啦。撑香港是用台湾的民主来撑，这是拢好代志。我大概到3天，结果后壁写一个什么？8月10日大家敲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等咧消费香港嘛？你消费香港嘛？按支持香港是无条件的，不是为家己的选举。我感觉这是个价值吼。我讲进前吼，我看苏亚文报的以后，讲一句话吼，介有意思吼，讲危险啦。为恶啦，吼，做歹代志，为恶啊，为人低啦，安尼恶中有善路，你家己歹势，吼，安尼佫有一个人佫做歹，佫歹势，安尼佫歹势，安尼佫有救吼。啊，为善呢，啊，急人低啦，是，可是讲这条好代志，较紧要互人知吼，善处即是恶根啦，是，表示你的起心动念，你做一好代志要赶紧互人知，你做这代志的起心动念就无遐单纯，就其他不一定就综合。恶根，这个是一个类似，所以讲我讲像你讲的，若要支持香港，就支持香港。因为香港入这个基本法，中国无照这照拼照行，无选普选，这是咱反对的。啊，第二个是讲，即摆因为你无照安尼百姓来反，啊，你为了百姓反，你为了要压这百姓，你搁定较严的法，你无自由。啊，就来反对这，而且你立这个法根本就无经过香港人的同意嘛。任何法律啦，阮咧定地方这条法也好，中央这条法也好。国际法嘛是讲，一定要当事人同意嘛。你当事人无同意，你叫我遵守，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文明国家所做的。所以讲，就是阮对香港的支持是基于民主社会法治尊重自由的国家应该做文明的国家应该做的行为。伊无安尼做，阮该谴责，阮支持香港是安尼的理由。但是我袂甲阮的选举牵做伙。OK， 虽然过去咧讲吼，民进党吼过去靠这个选举官来赢，但是这回咧，为什么搁来拍这个广告？其实咱看到讲香港最近的情势其实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严峻啊。你看讲只要是曾经有在网络上留言过，或者是你开直播的，请求周庭。但是8月15这个连结咧，因为咱会记得无？近前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他曾经在高雄开了一个什么？说要自由贸易啊，然后自由贸易，然后要跟中国签，然后他也支持9个公司要在高雄办一个香港村，所以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卖北给的就是咱今年
有安尼会当选举，咱会当一年安尼选举，投出咱家己心目中的希望当选的人选嘛。是。其实我会觉得说，今天广告要怎么看，其实都可以。OK。那我们要诉说的，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现在我可以自由的投票，我可以呼吸这样自由民主的空气，其实是因为我们用一票一票，我们支持出来，我们选择出来的一个未来的路。是。但不过你看到香港。他想要投票，他即便他们的初选结束，只要习近平一句话，还没什么，全部通通没收。黎智英看个报纸，通通也都不行，全部这些5个总裁全部被抓走。然后今天又放出来，周庭也是因为开直播之前有参加过活动，结果伊嘛是有人抓去。你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我们每一次的选举都是在大家的选择台湾未来的路是什么。可能那个吴怡正候选人，他可能觉得说。这个跟这个选举上面跟香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只是有关系啦，只是讲这个连接吼，你叫人出来这可能是一定候选人可能较执意的这个所在啦吼。我个人的观点啦。OK， 有影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来到现场吼，尤其咱讲吼，吴怡正这个候选人是亲身代表吼，伊家己啦吼，来甲公司来做一寡这个说明啦吼，嘛毋忘讲吼，咱伫初六吼拜六的时阵，嘛有一场这个7点半到8点的时阵，会做一个专定的开票这个报道，嘛向欢迎这个乡亲好朋友做回来收看，感谢大家。谢谢。